的。中华丰湾的沿海即马出现规大片的海草，甲蚵仔白规个暗掉咧，造成一半蚵仔拢死翘翘，灾情是真惨重。中华县政府已经有去会勘，嘛已经通报农委会，呼吁中央爱启动天然灾害的救助机制。我諗袂起来。 凊彩估计就是规大把海草，中华丰湾的蚵仔人要哭无目屎，因为看过去沿海蚵仔价顶悬盖一沿高高的海草，那亲像有青色的地毯，致使蚵仔仔大量死亡。棵苗种就是拢已经伫保护地内底，拢无会成长，就自然已经达到死亡啊！自我有生以来吼，我插蚵仔头30年，毋捌拄到安尼啦。应该这是100年以来头一次啦。 蚵仔人讲，规代人饲蚵仔100年来毋捌看过这种情形。今年的收成恐惊拢去了了。另外一个提早抢收的蚵仔人嘛无法度欢喜，因为蚵仔壳拢互海草填掉的，要处理爱加开真侪人工。我去咧要摕转来时阵排处理啊，伊规个过程你要甲挂一条锁啊，都爱骗几才有法度啊。 中华县政府农业处紧急到现场会勘，初步认定是极端气候造成沿海海草大生炭，估计丰湾乡沿海蚵仔田、蚵仔死亡率至少5成。当地船长表示，蚵仔田受海流水影响变化快速，希望政府会当放领认定天然灾害补助。今天还好好的，可能明天去的时候完全就变了啊！所以我希望相关单位在这个科的部分希望是可以的可以从宽认定。科田如果有遭受损害的话，尽速跟公所通报，以利县府这边掌握最新的一个情形。那及时通报给中央，启动救助作业。县政府已经将大规模灾情通报给中央，呼吁启动天然灾害救助，搁提醒受灾蚵仔农会当甲损害情形翕相，写明翕相的日子、蚵仔田卫星定位这资讯，以利后续公告现金救助时阵会当加速向公所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